呦，妈，刘倩这回真的怀孕了！哎呦，真的。妈，这回您信了吧？啊，这抱孙子指日可待了。哎呦，喝豆浆啊！来，儿子，你可得给妈争气啊！咱们生个大孙子。那肯定的。刘倩啊，咱们这个重活累活，家里的活都不用你干了啊，别累着啊！哎，小子，听着没有啊？这回名正言顺了啊！对，以后啊，该洗该涮的你就搁在门口，我来。哎，妈，我听说那叫酸儿辣，是不是？嘿，这刘倩这天天想吃酸的，真是烦人呢。真的？哎呦！哎，赵子啊，晚上给我们弄点酸黄瓜啊！哎呀，没问题，我再给刘倩啊弄点杨梅那特色的，多买点醋。恭喜啊，弟弟，要当爸爸了。谢谢三姐，谢谢三姐。三姐，现在您可是大亨了啊，您得多照顾照顾您弟弟，您不能总自个儿独闷呐。没问题，但是要看你表现。那你放心啊，既然咱们是一家人，那就不能做两家事儿。我都想好了，今儿我就把那电视卖了，省得一家人生分呐。他小妹啊，你就别看电视了啊。这个不是要考大学吗？凭什么呀？大学照考，电视照看。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啊，我要不把你那小耳朵撕下来，我姓你的姓儿。妈，本来你就应该姓赵。别瞎说啊！哎，听好了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小楚马上就要去康复中心了，正好你二姐肯定晚上回来，咱吃个团圆饭，给咱家小楚啊送行。傻老大，这事儿本来应该妈说，你怎么又插嘴啊？哎呀，我这等半天您不说，我着急我就说了。着什么急呀？这刚说电视的事儿，你就扯出小楚的事儿来了。我看你真是存着心的想篡妈的权，你饶不了你啊！我现在升官了，脾气见长，赶紧把那个鸡毛掸子给我拿来。打谁呀？打我呀？妈，您还是留点劲儿去抓小偷吧，拿着那鸡毛掸子去打小偷去。我现在也打不动了，气我吧，我不吃了。该吃嘛，你吃啥的？走。嘿，这怎么一个台都调不出来呀？你别在那儿调了，关了吧。你们家重点就是小楚，根本就不像你说的啊！我一说我怀孕了，全家就围着我转。那谁知道小楚这会儿又去康复了？这什么事儿啊？赶在点儿上那就叫事儿，要是没赶上就是没辙。哎，你说小妹要是不看电视，复习考试那就好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等三姐一走，咱就能把彩电搬咱屋里来了。不能着急，那彩电啊已经是咱们的了。走，卖电视去。啊？哎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哎呦，我的夫人，你赶紧，我来吧。我来。哎，你可不行，你就没事儿，我啊今儿就早回来了。你中午还不是要洗衣服吗？我就先把饭做了，没事儿。行了，你就一边看着就行了啊。我来。哎，要不然咱买个洗衣机呗？太贵了吧？咱这孩子一出生啊，到处都得花钱。买个单缸的还可以，能承受。那行吧。哎，下午下班以后啊，你去借辆车啊。妈来电话了，说她呀官复原职了，又成了居委会副主任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哎，说那个素布也回来啊。明天呢还要送小楚啊去海边的康复中心。行，那回去咱得买点什么东西吧？买点肉啊、鸡蛋什么的吧。啊，这么大家子，再加上这个素觉两口子也不自觉，我啊真替我妈发愁。行，下午我去办。哟，傻春儿，这什么呀？洗衣机。洗衣机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来，
好，慢点。好嘞，哎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多少钱买的这个？这么大盖儿啊，双盖的吧？双缸的，来，你自己扛回来的？那当然了，哎呀，这对我说算什么呀？说这得多少钱？都说他们家有钱，净整这新鲜东西。这什么呀？洗衣机，行啊，你买的。傻春买的。哎呀，这都干嘛的呀？我刚买的，什么东西啊？洗衣机嘛。哎呦，傻老大，你不嘚瑟吧你？啊，你这花钱也不跟妈商量商量，洗衣服还买这么一大家伙？你又不洗衣服？我洗人。一会儿你试试啊，妈，一会儿我把这水搁这里以后，你要把洗衣粉搁这里啊。不管，哎呀，不管。这回我倒开眼，人家说洗衣机能洗衣服，我就不明白是什么原理。你说它也没有手，怎么就能洗干净衣服呢？一会儿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傻老大，你会摆弄这玩意儿吗？人家卖洗衣机的呀，刚教会我。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？这边是甩干桶，衣服出来是干的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太神了，谁信呢？妈，素娟没在家呀？他们不在。我要接线呢。陈刘氏，哎，借你们家插座试试。那电表走的数算我的。不就插在插座上吗？对来，把这一开，还真转没？哦，转的还真快啊！哎，傻老大啊，这么风光的事儿，还不让你妈过把瘾呢？妈，只要您愿意啊，以后这洗衣服的活儿就是您的了。先把这也干吧。哎，妈，我想下个月吧，给咱家买个电冰箱，你给我弄张票呗。你就是有钱嘚瑟是不是？那玩意儿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行，给你弄张票。行，傻老大啊，你得拽着妈一块儿去。那当然了，妈，我得让您风光风光。对，得先让我风光。行，要不我嫉妒。哎呦，别嫉妒我，怕您不让买。去弄你那洗衣机去，一边去。我边儿去啊。哎，你听清楚了吧？我听清楚了，我也不干啊！从早上4点钟开始干活，一直干到8点，然后从11点再到下午2点，还有晚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一共就请了3天假，大姐，你还让我活不活了？就算大姐求你了，大姐不可能再花钱去请人。大姐想用这个钱吧，每星期去看一次小楚。每星期啊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后每星期天不能休息了？你要不同意也可以啊，那就从你的份子里拿钱去请人。你不行，把钱给别人，还不如给我呢。哎，我干。这就对了。你想想看啊，那钱呀，你都存了，等你结了婚，什么都有了。你现在都是个小财主了，这事儿啊，大姐都没跟妈说。你可不准说啊！要是敢说的话，我就掐死你！那要看你的表现。你别说，不准说，不准说。